Ivy 同7歲嘅 Richard 咧喺2023年就搬咗去英國嘅 Manchester， 住喺一個地方叫 Stockport， 租咗一個獨立屋，就係1300磅一個月嘅。雖然佢哋係香港人，但係佢哋係冇 BNO 嘅。Richard 咧喺一間私立嘅學校讀緊，學費咧就係1萬蚊港紙一個月。Ivy 每日就揸40分鐘送個仔返學，來回車程就大概3個鐘。雖然 Manchester 嘅郊區咧係平過倫敦啊其他地方好多，咁但係加起嚟嘅使費都係唔少㗎。Ivy 同埋阿 Richard 咧，佢哋就唔係好怕凍嘅，咁所以咧冬天咧都唔係點需要開暖氣，比起一般香港人咧，佢哋電費少好多。Council tax 每個月200磅，加埋揸車入油，咁佢哋冇買電視拉繩嘅，咁所以就冇電視睇嘅，加埋呢啲臨審水電煤費就大概600磅左右。因為每一次出街食飯咧，都係大概要使25至30磅到一個人，咁所以佢哋咧就係盡量好少出去食，大概每2個禮拜先出去食嘅。其實所有嘅使費 ，Ivy 同 Richard 每個月係要使3400磅，即係等於36000港紙。因為 Ivy 冇做嘢，所以呢個經濟負擔咧就完全擺晒喺爸爸喺香港繼續做嘢去維持啦。住咗3年 ，Ivy 對於咧差唔多全年都係天陰陰啦，每6個月咧都係3點鐘就天黑嘅生活咧，都仲未可以適應喎。最近咧佢就開始有風濕啦，咁同埋咧因為唔夠陽光啊，咁所以個人咧都係成日好似死氣沉沉咁樣。其實個轉捩點咧就係舊年9月 ，Richard 嗰間學校咧就宣布由1萬蚊要加價到3萬蚊港紙。Ivy 嘅老公阿 Jack 咧，我哋不嬲都有聯絡嘅。我每一次翻香港都同佢飲茶嘅，咁到9月咧，阿 Jack 咧就同我講，我哋真係頂唔順啦，我哋要嚟西班牙啦。我哋9月尾開始預備文件，10月尾遞交表格，到1月尾就 OK 咗呢個退休簽證，而就係話媽媽帶住仔仔過嚟讀書，媽媽係唔可以做嘢嘅喺西班牙。咁呢一個簽證咧就係為期1年，然後跟住續簽5年之後就做 PR，10年咧就可以攞護照嘅。咁簽證就搞掂咗，下一步咧就要揾學校同埋揾地方住啦。咁 Ivy 做咗好多 research 啦，亦都問咗我好多意見。咁最後佢哋決定係搬去華倫西亞，因為華倫西亞咧有成辣嘅海灘，同埋有80% 嘅時間咧都係有太陽嘅每一年。同埋因為嗰度有好多外國人，咁所以咧就係講英文已經足夠噶啦。咁因為 Ivy 好忙喺英國要趕住 pack 嘢搬屋，咁所以我就過咗華倫西亞幫佢揾樓，咁亦都係好快就揾到學校啊！咁所以喺新年嘅時候咧，阿 Jack 咧就由香港走過嚟英國，帶咗阿 Ivy 同埋 Richard 一落嚟華倫西亞，就即刻有訂住啦。而 Richard 咧亦都揾咗間心儀嘅國際學校，2月中可以插班，每個月嘅學費咧係大概800歐一個月嘅。溫馨提示啊，西班牙嘅公立學校咧係完全免費嘅，咁小朋友咧即係讀咗1-2年之後咧，西班牙文同英文咧都會係啦啦聲嘅。嚟咗華倫西亞唔夠2個禮拜 ，Ivy 日日打電話俾我，因為我就其實去緊第2度旅行嘅，就話呢度天氣真係好好啊，個陽光真係好猛啊，我真係俾佢激死。不如我哋一齊對比下 Ivy 同埋 Richard 喺英國同埋喺華倫西亞生活嘅使費嘅對比。華倫西亞電費、水費、石油氣費100歐，泊車、電油100歐，每個月200歐夾埋。出去食喺Manchester 咧，每2個禮拜只可以出去食一次嘅，但係呢度出去食咧係10歐至到15歐一餐，咁所以可以afford 到咧1個禮拜食一次嘅。咁最緊要咧就係 lifestyle 嘅轉變啊 ！Ivy 每日接咗個仔返學之後咧，可以揞腳去cafe 嗰度食返個早餐，飲返個咖啡，食返個麵包，咁都係3歐一日喎，一個月都係60歐。呢樣嘢喺 Manchester 係冇得做㗎。咁超級市場每個月咧喺華倫西亞係300歐，咁加埋屋租同埋學費咧，每個月咧係2700歐，即係大概25000蚊港紙啦。咁雖然咧係慳咗成10000蚊嘅使費每個月，咁但係咧係多咗出去食嘢啦嘅機會，同埋咧就成日可以去海灘啦。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唔單止係經濟嘅轉變，同埋一個 lifestyle 嘅轉變咧。
仲有喎，因為佢哋3月尾咧就可以攞到身份證㗎啦，就係一個正規嘅residence 啊。咁而呢一個簽證咧，5年之後咧係做永居，10年之後攞護照。咁所以咧，Ivy 4月復活節嘅時候返香港咧，就可以順便攞埋佢啲 MPF 啦。